主后2023年5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福气的根源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第一篇第10到第6节。无趁歹人的计谋，无行罪人的路，无坐亵渎者的位，爱无上主的律法。暝日夜读夜想伊的律法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，叶嘛袂焦去。伊所做一切拢兴旺。歹人就毋是安尼，伊亲像粗糠，互风吹散去。所以审判的时，歹人伫上帝面前徛袂牢，罪人伫义人的会中嘛是安尼。因为义人的道路，上主伫看顾；歹人只有灭亡一条路。福气的根源，讲到福气，每一个人拢想要爱，总是伫台湾文化中，若讲到福气，通常简单重视结果，真少提到安怎得到。一般人所讲的五福临门，是指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、善终。总是对台湾人来讲，若讲到善终、好死，还是有一寡忌讳，所以后来有人甲五福改做寿、富、贵、安乐、多子多孙。只是毋管内容安怎变，遮个所谓的福气，拢是指人想要爱拥有的。人简单欣赏福气的结果，却袂爱讲，若想要拥有福气，背后需要付出偌济的奋斗。这容易形成一种错误的想象，掠做福气是直接由天降落，人通捡便就有的，还是造成互相比较，互人埋怨。为什么别人会通得到迄个福气，我哪会拢无咧？诗篇第一篇一开始，诗人就定明福气是安怎来的。对诗人的眼光来看，就是三无一爱。诗人讲，无趁歹人的计谋，无行罪人的路，无坐亵渎者的位，只有爱慕上主的律法。暝日夜读夜想伊的律法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头前两个无，咱比较较容易了解，甚至非基督徒也当认同即个道理。虽然安尼，有时阵因为人性软弱，特别伫庞大利益的诱惑下，人真容易就会失手，陷入罪恶陷阱。咱千万毋通掠准家己真坚定，会当完全无受利益的诱惑。咱所以无落入陷阱，可能是因为利益无够大，还不足互咱受吸引，搁可能是上帝保守，无互咱落伫充满试探也是引诱的环境。安尼看来，咱通无做歹，是因为上帝怜悯和恩典。假使有一天，咱伫职场也是教会担任要职，搁负责利益庞大的工作，假使咱心中无尊主做大，真容易受引诱，就落入陷阱。每一个时代，拢有人因为贪心，袂堪得受歹人诱惑。因为安尼，诗人的提醒显得搁较重要。诗人提到另外一个无，是无坐亵渎者的位。这个要求对生活伫宗教多元社会的基督徒来讲，哪像无啥容易。
特别台湾的基督徒是少数，咱身边的人多数并无认捌上帝。因并毋是啥物歹人，可能干那因为无了解咱的信仰，就对这表达轻慕之意，也是质疑。虽然安尼，咱无可能因为安尼就无甲因来往，咱颠倒无应该远离因，是爱有好的生活见证，引带因认捌基督信仰，安尼相信因也袂排斥。诗人所讲的一个爱，是只有爱慕上主的律法，暝日夜读夜想伊的律法。当咱喜爱上主的话，常常思想，就不致偏离正路，反倒会当得到真正的福气。若是邪恶的人，因的结局要亲像粗糠，予风吹散，惊黄灭亡。诗人提醒咱，毋通落入即款的境况。默想，我通用什么方式提醒家己常常思想上帝话语呢？我通用什么方式提醒家己常常思想上帝话语呢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主爱的天父，求你保守我的心。互我常常思想你的话语，互我亲像溪水边的树，得到你话语的滋润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